你知。无讲你唔知，金珠互你知。大家好，我是金珠。平时看人讲哦，哎呀，金珠啊，你身材安尼水，就唔通收起来，加甲伊秀出来。其实我嘛知影我身材水，我无严肃，我加秀的嘛。但是咧，个人的一个财吼，我就唔敢秀咯，就是发财的财啊。因为人讲咧，财不可露眼嘛。所以今日金珠在这边咧，大家客气者啦。那相反咧，我咧换车的时阵吼，会记啊，伊个咧，莫放伫真正明显的地方，比如讲我人车底壁啊，是后尾的空位啦，一款明显的地方，因为咧可能哦，有款摩托抢匪啊，等你踏车的时阵咧，就拍破你的玻璃，抢你的 bag 啊！不止啊，抢你的 bag 吼，你这个玻璃互伊拍破过后咧，可能吼，佮互这玻璃碎刮伤咧，迄个时阵啊，就要甲我人这水又讲拜拜咯。我个一个朋友啊，更加衰啊，互人抢到 bag 过后吼，连伊买这早顿哦，我互人抢煞去咧，真的是啊，人咧衰，放屁大死过啊！有吼，拍好车过后咧，我人爱会记哦，我人说有几条物件来夹落车，什么 iPad 啦、电话啦、电脑啦、荷包啦、相机啦，拢总爱夹，唔通讲你美起来就无代志，还是放伫这车本无代志哦，本是有淡薄危险的咧。有啊，若是你想咧讲，不要紧啦，10多分钟，还是半点钟尔嘛，无代志的。这款代志哦，几十秒就使发生了的咧。若是发生伫你身上哦，我看你就马口都无目屎啊！好啦，今朝你知你就到这为止啦，下个礼拜会记准时收看哦，拜拜。我的车咧，哎呦，我都讲真正危险，你可能真正凶的，让人头杀去了啦！电话可能是人卡来的，喂，哈？拖车，哎呦，咱嘛拜托，无讲3个月，那么拖我的车，咱个卡手真紧哦，紧个款擦咧。好啦，入好你啦。哎呦，气死人，互人拖走了，原来是，哎呀，安怎好咧无车，安怎对厝？有人知我对厝无？有人知我对厝无？啊，会使无？拜托。人咧说放屁大死过，就是讲人的运气无好的时阵呢，佮点拄到真衰的代志，真的是祸不单行啊！马口无目屎，就是讲咧比上到真正厉害，所有的目屎拢流大，马口啊，阮吼袂出来咯。